来，乡亲啊，继续来看这个媒体人周玉蔻用9个月时间完成着赖清德生平的记录，会当看到赖清德囡仔时代各种的相片。啊，这个周玉蔻的新册发表会特别邀请到赖清德国小的同学来回忆着这个赖清德，讲赖清德温暖搁认真，细汉的时阵有一个外号大头德啊。 无论是细汉被树仔爱耍的模样，也是和老母牵手的相片，赖清德的故事拢总红写伫媒体人周玉蔻的新册内底。也有道别的目睭伫白西部，红拍做同乡的赖清德，是当年伊也是立委的时，因为伫大路顶口劝人唔通反向开车，等到去互车顶3少年人拍一个去病院待12天。他有一个外号叫做“大头德”，他一直是一个很内向的，他是争取的1分1秒在读书。国中的时候有女生超喜欢他，其实我个人非常的欣赏他。那人缘好，人个用功，为着达成目标，绝对袂凊彩。伊国小的同学 Shirley 学了赖清德真认真，也毋过赖清德细汉时艰苦，其实无偌济人知。他走到你们学校去上学要走很久。好像清晨4点多就要搭第一趟车，所以他们是属于那一种远道生。那时候他是赖市长，他帮阿姑夹菜，夹完立马转过台就帮我夹菜，我真的是很感动。对于赖清德的印象是温暖佮大心。赖清德的老厝最近爆发着违建的争议，其实 Shirley 蛮捌去过。记忆中也是残破不堪。当我在过去的时候，就是现在你们所看到的这个样子，已经有因为当然外观一定要稍微就是再加强一下，否则已经太老旧了。亲身甲赖清德斗讲话，虽然讲即摆老同学的身份已经无同，也毋过赖清德温暖的形象，拢一直刻伫老朋友的心肝内。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